祝你平安。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今日这是感恩节的主日，咱感谢上帝，伫过去的一年来对咱的照顾，对咱的帮助，无论咱是顺境还是逆境，咱拢相信上帝一直无离开咱，上帝的恩典一直伫咱的身边。第4篇90篇12节讲，求你着教示阮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互咱得到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咱常时也着数算主耶稣伫咱每一人的身躯顶的恩典。虽然咱看见大环境，也是种种无顺遂的代志来发生，毋过咱是有缘伫遮的事顶面，咱有缘爱数算上帝的恩典。咱看看上帝的恩典，甲咱同在，伫咱生命当中，恩典的油就要滴落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咱回顾今年，咱阁剩有36天的时间，就要来今年就要来结束。咱求上帝继续来带领咱、引带咱，也帮助咱，互咱会当得到智慧的心，互咱伫这个接近年尾的时，互咱更加较倚靠主。对主搁较有信心，咱感谢上帝伫咱四周围来做工，互咱会当完成上帝伫咱每一个人伫今年上帝互咱的旨意甲心意。主的恩典教也咱用，因为咱拢是有福气的人。咱会当用咱身边的人，咱家讲，主的恩典教也咱用，主也。咱相信咱今日要搁一遍经历上帝的同在，主耶稣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要对阮的心底大大来学到你，主啊，阮要用真实的心降服伫你主你的面前。用真心的心，降服伫你面前，为我心嘛，互我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大对来的温柔谦卑，用真实的心。用真心的心，降服伫你面前，为我心嘛，互我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
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搁三角主持伫上帝的殿里。咱相信主的话，相信也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咱搁一遍来用祈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咱就爱用祈祷来诚做芳芳的祭来献予上帝。相信咱做为了咱的国家，为了咱国家要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咱为了咱国家，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来守护咱台湾这个国家。咱也为着咱台湾要进入总统的甲立委的选举，咱求上帝来带领咱，互咱会当有智慧来选择咱未来的领导者。咱也为着咱国家的团队，互因有智慧、疼心、甲信心，来带领咱台湾来头前的道路。咱只是为着咱台湾，为着咱台湾的复兴，咱做伙开声，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亲爱主啊，所阿爸平的爸，你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求你来阮台湾的国家，帮上阮的总统、首长，甲阮地方政府的官员，甲阮的民意代表，有属天的智慧，有听人民的心来治理咱的国家。互因有行一粒行公义、有怜悯、谦卑，甲上帝同行的心。求上帝搁一遍兴起，咱台湾的正教会的基督徒，甲所有的基督徒的官员，互咱的国家得到大大的帮助，为了咱国家来守护咱全民的福利。主啊，阮搁一遍将阮国家的内政、外交、国防加经济，甲阮的财政，一切等等，拢要仰望上帝你的大权能的手中，互阮的人民经济拢得到你大大的祝福。伫阮国际市场，互阮伫两岸的关系，拢当有稳定交流的平等。主啊，这是阮也将阮台湾即届的总统甲立委的大选，求主你来竞选，兴起适当的人选，得到官兵伫因的专业顶面，伫这个社会国家行出公义甲正直，也求上帝你来保守阮选举的过程，互阮的一切当顺利甲和平。或者咱为着咱台湾伫福音的事工的推动开展，互阮兄弟姊妹、台湾的人民心灵平安、灵魂得救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教会的牧者、中职牧区、小组长、服侍团队，甲阮全职的同工，会当得主的恩典，互阮服侍是有开力的。咱也为着咱教会12月份第1礼拜有年度的事工的研讨会，伫12月70有福音的主日来祈祷。咱是归上帝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借着这个事工，互咱伫教会活出上帝的香味。你要是有对这遐来的启示，互咱的正气体，起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咱做为着咱教会，咱为着咱台湾的福音，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开声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即时来充满伫阮台湾的正教会，
互阮有传福音的火热，互手小地你来使用。主啊，我们勇敢做主你好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顺服伫圣灵的教导。主啊，阮无我靠家己的才能，阮也无要我靠家己的势力，阮是要独独来我靠上帝的能力。主啊，阮要搁一边承接国度的福音宣告的使命。主啊，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上伫这个福音的这段顶面。主啊，阮要搁一边为主你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阮12月7日阮福音的主日的时间，上帝你来恳求。主啊，求你来帮助讲员因对因性命来讲出上帝你水的见证，来影响这些人来认识上帝。主啊，阮完全来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搁一遍用油来膏抹阮，使阮有智慧、有口才，互阮有文术，互阮会当刚强壮胆的心智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为主你来做好美好的见证。主啊，阮相信上帝国度要希望的确要感念伫阮富强教会、甲台湾的正教会。主啊，求你搁一时阮搁夏牧师、谢牧师、詹牧师，甲阮所有的长职同工，甲阮牧区团契的同工，有属灵的恩赐，互阮伫圣洁的合一的顶面。主啊，你使阮有能力甲智慧，互阮会当领受对主遐来的恩膏。主啊，你的时间。主你就对阮，甲阮三个同在。主啊，你互阮的教会，真做一个团队侍奉的教会。主啊，阮要行伫主你下主你心意的道路顶面。主啊，阮要热心参与伫每一项的事工。主啊，阮要顺服来服侍。所有的事工甲小组团契生活，互阮的性命搁一遍得到主你来造就。主啊。我们领受对你遐来的帮助，主啊，我们坚定的信心，主啊，我们一生来跟对主你的脚步，主啊，我一生要倚靠你，主啊，我们搁一遍做伙来起造一个荣耀主你的教会。先是咱也为着咱教会，咱富强人有五重的祝福来祈祷，咱五重的祝福就是讲咱。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身体的勇健，互咱的每一个人的事业等等拢会当兴旺，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心灵拢有喜乐，所有的交叉来离开咱，咱也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咱的家庭关系拢真正和谐。咱也为着咱家己的灵命成熟。勇壮来向上帝来恳求，互咱伫教会受到造就，互咱成做上帝的好的见证。像是咱也为着咱教会软弱的肢体，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加添因气力甲信心。咱为着这个五重的祝福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主啊，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主啊，阮要好好来利用阮你所予阮的有一个勇壮的身体，互阮会当为着主你的福音来跑走。主啊，阮也为着阮每一个人的事业，会当得到主你的看顾。互阮伫阮的事业顶面，成做主你好的见证。主啊，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的心灵，主啊，你的话时时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心上，互阮会当用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每一日的美娘。主啊，阮爱有好的人际关系，互阮的家庭是充满美满，充满良善，互阮的亲子关系是建立伫疼爱顶面。主啊，阮兄弟姊妹拢要有一个成熟的灵命，阮伫主你的道路顶面，阮无累志，阮要勇敢壮胆来向上帝，每一个人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你会听
搁一遍交阮三结连，主啊，我们伫阮的职场顶面，所有求上帝你来互阮甲阮的顶司、阮的同事，伫阮的工作顶面，主啊，阮拢要有真好的信任，伫阮的财务、伫阮的经济，主啊，你大大来供应阮，主，因你受的鞭挞，我们要得到医治；你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赐予阮兄弟姊妹有稳定甲信心，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主啊，你求你来恢复因的信心。主啊，我们要更加来亲近你，享受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要将平安、喜乐、信心，搁一遍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身上，互因的病痛早日你得到主你的医治。这是咱为着咱今仔日的聚会。今仔日是感恩节主日，咱相信咱每一个人伫今年当中，拢有上帝恩典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咱就向上帝来恳求感谢，向上帝来学乐。咱也为着咱今仔日夏牧师所要讲的信息分享来祈祷，咱也为着咱今仔日的服侍者。拢有上帝的恩膏充满伫因的身上，咱也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会友，搁一遍会当有安静的心，而且谦卑领受主的教导。咱做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向上帝来恳求。让阮天父圣神甲真理的话语，这是充满伫阮夏牧师的身上。我夏牧师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充满稳定甲真理。阮兄弟姊妹的性命完完全全来交托至高的上帝。主啊，恳求你来带领阮伫阮服侍顶面。主啊，你互阮有无同款的恩赐，阮相信主你伫阮每一个人有真好的服侍顶面，互阮会当伫阮服侍顶面来荣耀上帝。主啊，这是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求上帝你这时来拍开阮的心，互真理的话语进入阮每一个人心，互阮人伫遮专心敬拜上帝，领受主你话语加教导。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十字架顶的荣耀，圣灵的恩膏要大大搁一遍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甲每一个座位身上的顶面。主啊，阮心内充满稳定甲和乐。主啊，阮要将阮今仔日的透早的礼拜敬拜，完完全全交代伫主你的面前。主啊，阮要献上阮的感谢甲和乐，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咱阁用这条诗歌来称做长胖的祭，主的恩典。用一新的心，合乎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互我看见，能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看过我，何等恩典，你不会为我老，何等恩典，你尊贵应有罪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了，主啊，恩典何等的大，你看过我。不会为我老，
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到底多大？主啊，我们这边宣告，你有带走我所捆绑，你有带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带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到底多大人？何等恩典，你看过我，何等恩典，你保卫为我路，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我的嘴要充满乐，我的嘴要充满乐。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感谢上帝恩典，因主耶稣真正好，所以咱就做伙来用学了来学了依赖上帝。主耶稣真好，伊将咱过去的烦恼拢来去掉，互咱每一日拢有好的心情、好的笑面。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撇掉我的烦恼，予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撇掉我的烦恼，予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正好。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撇掉我的烦恼，予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真好，撇掉我的烦恼，予我搭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撇掉我
稣对我真正好，感谢上帝的恩典。只要你相信，主的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咱相信，你就要得到。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作义。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作义。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主要所讲，只要咱相信，咱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作义。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作义。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作义。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作义。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慢慢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恩典。这是咱做来吟圣诗438首，阮的田也好种子。条条是
谢主，因为迄大恩赐，伊被我打好努力，感谢你大慈悲，也承受我这情形，应受苦乐无停。但愿爱无主天，求这乐观所现，谦卑感恩的心情，是你所爱的天。心为大行和平，是主所赐和平。要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哈利路亚！感谢天顶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手持这个美丽地球，让人类伫这来徛起。亲像诗歌所吟，大项好物是对主你所赏赐。主啊，阮伫这个感恩节节期，阮用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为着过去一年来，上帝你奇妙的保护看顾引带，阮献上感恩。因为感恩，互阮搁较有气力；感恩，互阮对你的听搁较深刻；也感恩带来阮有气力，通帮助别人，分享互别人。被上帝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学乐，透到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来接纳。也阮每一个人对主领受搁较大属灵的恩典，互阮知影，阮是你所听的囝儿，这是上至好、上宝贵的感恩。感谢主，愿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正大家领受到圣经美好的启示甲教示，也互阮领受到对你来属灵的快乐，通伫出伫礼拜堂，阮大家搁较有能力为主你来做见证。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开声同心讲：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安你的气，互你你的派，一直国、官灵、荣光拢是你所，代代不尽。阿免。大家请坐。启应，咱只是做伙来启应，而启应文17篇、4篇、65篇，我来启，咱为上帝来应。上帝啊，人着伫西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压倒我。你所拣选，互阮亲近你。带伫你店院，这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管甲苍黄收平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得滴，草坡用羊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即时做伙额头来祈祷。我伫天上主爱的天父，感谢你，使阮借着你奇异恩典，甲你同在。感谢你引传阮来开口来祈祷，求你添加阮对你较无之情，为着顺服、悔改、甲宽恕的喜乐，再次献上感谢。感谢你差派信心，大家的支持、劝告阮，
感谢你今日互阮以信心来充满阮，感谢你今日有阮服侍人的机会，感谢信心，互阮今日伫阮身躯顶结出果子，有疼、喜乐、和平、甲忍耐、主爱、善良、信实、温柔的节制的性命，互阮伫生活当中，当阮有需求，感谢你鼓励阮，帮助阮了解内心的渴望，感谢你赐予阮娱乐这个礼物，成为阮喙唇的果子。阮今日为着咱教会的幸福小组组长组员，献上感谢和祈祷。感谢你赐予阮有能力，使阮点开阮的双手，供予需要的人，擘开咱目睭，看到阮兄弟姊妹的需要，拍开阮的耳仔，听到因的啼哭，拍开阮的心去听受伤迷失的人，互阮会当开口来宣扬你的疼，拍开阮的双手，伫疼当中去接受需要的人。阮特别为着阮教会的同工小组长、执事、长老牧者，献上感谢、感祈祷。求主赐福坚固阮的心，互阮伫教会事工的进行，拢有美好的配合甲进行，专心专意来侍奉上主，接着上主的心意来完成圣工。求主互教会每一个同工有聪明的智慧，伫主所交托因的服侍当中有灵敏的引导。求主使因服侍满有恩果、大有效果，甘心合意的灵，伫阮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学习彼此相听，会当接纳包容彼此的软弱，用积极建设的话语来鼓励建造彼此，会当忠心伫事工当中工课之外的时间，利用时间不断的自我充实，灵命的建设，日日成长。最后，阮的一切相处当中最大的恩赐，感谢你，就是阮的爱主耶稣基督。阮最后用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享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诗篇116篇12节到14节。第二位是记载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9节到23节。我来读。上主赐我一切恩惠，我要安怎报答伊？我要捧着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对上主写我的愿。第二位以弗所书第1章19节到23节。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咧运行的权能我尼大，伊有运用这个气力，互基督对死的人中搁活，搁互基督伫天顶做着伊家己的正平，伫遐超越所有统领者、掌权者、权力者、主政者，以及一切甲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伊的源头。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互伊做教会的元首，统治万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基督所完全充满的。献诗，咱优先歌队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上帝所学落的歌。献诗煞了，咱由牧师来讲道。牧师要传讲的讯息是感恩心魔神国大师。我
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歌队，带咱做伙来学乐敬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这个感恩节的清谢礼拜，是一个咱进入到上帝恩典国度一个纪念的主日。愿上帝通过感恩节，互咱更加了解，咱是伊所疼的囝儿，是伊神的国度的百姓。咱要用主的话，三个来学习甲勉励，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美好的时刻，愿通伫主你的面前恭敬来敬拜。是令我的心较无你的时，主你的大权能，你最最奇妙的应允，就会互阮体会甲领受。阮伫这个感恩节的礼拜，愿你也感动阮每一位。互阮明白，阮对你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当阮感恩愈大时，阮的快乐也要愈大，阮领受的福气也要愈大。愿你的话加做阮的帮衬，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主题叫做感恩心，无上帝国的大事。这个话的意思是。咱诚做富强教会一份子，咱讲用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那感恩的心，毋是只讲一种心态表达，感恩的心爱化作行动，感恩的心爱诚做咱，讲心灵以及咱家己的身份，甲即个感恩的事项有契合，有真密切的即个合一。通好见证，这个感恩是真正是有影，是对主所领受到的。咱所读的两位诗篇一位诗篇甲迄位所书，咱小等能通过主的话来学习。兄弟姊妹，咱通过诗篇的起头，甲咱讲，咱大家爱感谢上帝赐了一切的恩典。中文的圣经是厚恩，就是讲厚厚的恩典，安尼满满的恩典安尼吼。诗篇116篇的教导有几项提醒。第一就是咱爱有感恩的表示，感恩的表示。伊讲我要向上主这个业杯，还是讲捧杯，就是要感谢伊的救恩。捧杯的意思是一种尊敬吼，咱台湾人嘛足习惯讲，我来敬你敬你一杯。咱对上帝来捧杯，就是表示咱对上帝的感恩。感恩什么？感谢伊的救恩。用什么做感恩的行动呢？讲我要伫伊的主面的聚会中，伊行我所许的愿。这句话有两种意思，就是讲要伫上帝百姓的中间来表达我对上帝的感谢。安尼就毋是干那私人的一种表示，是伫公众的面前，伫上帝百姓的面前，我要见证。所以行愿毋是讲我表达我行偌济愿，我有偌高，毋是，是讲。我要见证上帝伫我中间所做的，伫互我救恩、互我恩典、互我做美好的假事。那今仔日咱举行这个感恩节的清谢礼拜，也是赞美礼拜。事实，逐个民族、逐个国家拢有迄个感恩，有迄个感恩的迄个行动啦。毋是干那咱教会用感恩节。用这个节日，咱选这个感恩节，这嘛有伊的来源的，咱也较有了解、有接触到，就是犹太人大概甲感恩节有感觉相像的是因的大寮节，大寮咱台湾话祝棚节较袂晓讲，就寮就对啦。寮应该是讲布饼啦，大布饼的节，咱知影讲这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因是每年的秋天，伫希伯来的这个历法内底是差不多是公历咱现在公用的历的9月甲10月中间所举行的7天。咱嘛知影讲政府也久伫大寮节，伫迄个节期的中间迄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迄个飞弹发生现在的战争，伊就是伫因大家欢喜闹热咧庆祝的时阵，哇，飞弹来
所以这个大寮仔祭是犹太人因为着要纪念古早因犹太人以色列人因出埃及伫旷野中间漂流40冬所带迄个布片就对啦吼。迄个布片来孝念耶和华伫这段时间供应所有犹太人的饮食所以因伫迄个祭日吼，因差不多亲像新年安尼咧，因来庆祝，会使讲伊的周期啊，像咱的春节，咱的过节休困7日就对啦吼。这现在咱真侪台湾人拢会去犹太人遐，也是去以色列旅游，慢慢嘛甲因即个祭期拢带来伫咱台湾，有个人特别有迄个教会特别提醒讲，即个是迄个以色列人的大寮仔，嘛是有点咧传播讲。即款感恩的传统用以色列人的迄个传统为主安尼。咱较熟的，咱今仔日用11月的第4主日来庆祝感恩节，其实是对美国来是对美国来。那对美国来，咱就继续熟因为咱对战后差不多咱教会甲美国教会是结连真亲啦。首先真侪宣教。拢，咱较早是咱的母会英国，也是加拿大，毋过战后才开始用美国来所以咱事实是学美国，因为迄当时足侪宣教师拢美国牧师嘛，来就讲，即个感恩节真好，咱嘛做伙来感恩是安那，咱会甲承接这历史上无法当足严格去查考啦，但是因为11月像即个时间嘛，差不多是咱台湾较早。农作物收成的时刻，所以我会记咧，贾牧师常常咧讲因故乡较伫乡村的所在，因的即个感恩节真正每一个会友拢将因的厝内所种的，无论是果子啦遐个番麦啦遐个做个金瓜啦，拢摕来教会，规个港台前摆满真正是丰收的感觉安尼。礼拜线逐个人伫遐来义卖就对啦来，即粒金果偌济，有人买无安尼，就换做金钱来奉献互上帝。所以咱台湾人改成伫台湾教会接受即个美国的感恩节，实在是真自然的感觉啦真自然的感觉。事实会定伫11月第4个礼拜4，正式的是今年是咱11月23正正的拜4这是美国固定的。祭日伊若对拜4休假，到现在礼拜日拢总几啊天有假日安尼。这事实是1941年啦，民国30年，美国政府才甲定落去的。因就是为着要纪念因的祖先咱拢知影差不多是1620年的时代因的祖先坐迄个5月花号船来到美国的所在。这故事咱常常有咧看到，有咧听到。这是咱现在教会承接的一个感恩节的传统，是咱用今仔日来做伙。事实若要甲咱台湾较有关系，大概有真侪人用咱秋天收成啦咱较早农村时代种感觉较侪，特别是咧做冬节食圆仔汤食圆仔这是大寮仔节，这是因都是用一个小小的砖塔来。回忆也是讲来纪念因的祖先较早无迄个安尼足勇的厝通住伫旷野漂流的大寮另外因拢有伫遐，有诶真正伫遐住住几啊日即个是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因到这是人画图啦讲感恩节迄个第一个感谢迄种感受因伫野外伫遐咧感谢上帝咱台湾人大概。较有成感恩节是冬节有人嘛是会甲伊做一个推广讲，佫有休假佫有包括休假佫闹热就是过正嘛咱的农历正有人嘛是咧讲若正讲台湾本土的感恩节，就是原住民的丰年祭丰年祭，因真正就是伫山顶一年的收成种个小米啦结迄个小米酒啦遐个种的农作物收成逐个闹热伫迄个广场来做丰年节。不管如何，兄弟姊妹，咱
对着这侪传统，咱毋是讲啊，倒一个较适合咱啦，是因为咱承受着这个感恩的心意，咱伫今仔日，咱伫一年拄啊年底，咱用感恩的心献上咱的感谢，这是咱上重要的部分。但兄弟姊妹，对咱教会来讲，咱有啥物通好来感谢的无？那用教会，咱富强人的感恩的理由吼，我有做几项的这个感受啦吼，有做几项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咱这个感恩的理由，富强人感恩的理由。咱到今仔日已经47周年，伫咱的教会用咱教会做单位，咱什么款通感恩呢？第一，咱爱感谢上帝，伫咱教会开设的时阵就有一个美好的基础，上帝通过当时咱的先辈，因用逐项上好的来建设咱的教会，咱奉献伫上帝面前，互咱对一个起头就袂安尼坎坎坷坷，安尼欠这欠迄，一个就供应丰富啦这几日前咱的索隆长老伊咧开始咧整理咱教会的历史啦，伊就编出咱当时第一代富强教会的建堂开始一个定错礼拜，有搭一张迄个听书单互我，内面有一段，应该是王忠信牧师伊写的，讲即个建堂的诗啦建堂的诗，应该是用多少首圣诗来套迄个歌词我迄个歌词真有意思，我读互大家听我袂许人答起来，我用读的。伊讲富强地区发展紧，开设盛会着赶紧，中会积极来推进，由得东门来接应。第一节，第二节，听主兄弟献土地，中会大家斗纳税，就是讲咱迄阵迄土地要登记伫咱的财产法人爱纳税金的伊就是讲私人献土地，你爱纳一个净值税安尼较像迄阵就几十万讲圣殿若紧起好势，就通阳光陪上帝。第三节讲，同信兄弟同心思，爱将金银献互主，起造圣殿大好事即个求主求愿主赐福愿主赐福得福气安尼这是一个真有意思。咱当初时拄开幕开始咧建立礼拜堂即款的互咱感觉真甘心的感谢的一个事啦但咱教会比一般的教会伫起造拢无共款的开始，但是咱一个开始就有土地，佫有人奉献所以建堂第一个礼拜堂就起了真水，迄是。也无几冬就成立的，这是真无简单。有的教会开拓足久才会当慢慢起家己的礼拜堂，无拢一直用租的啦第二项，咱也感恩的事是历代信徒的委身服侍咱有时定咧纪念头前咱侪的故事咱嘛有要这个影音团队甲咱的历史团队讲，即马咱准备要来研究这第一代富强人。就是前10档，就伫咱教会一年设到一年到10年这段，有伫咱教会兄弟要找一寡这耆老的对吧？来访问，来讲起当时的故事。咱会使讲一代一代上帝所差派的同工咱的门徒拢真热心地服侍，互咱的教会一个开始就充满着主的疼。第三是因为40几年来。咱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虽然大家无一定意见相同，理念无一定相同，但是咱毋捌讲为着教会什么代志冤家分离，谁也不服谁安尼，我看你安尼像对敌安尼，这是咱富强人感恩的理由。佫一项是上帝丰盛无欠缺的供应，这拢是咱。一项拢是值得感恩的代志，特别咱经历着咱富强教会几年前建堂啦2017年咱的感恩节，咱甲所有的经费拢来
即个拢行了，行了。迄年咱拄啊，咱当时的主委赵庆长老，佫摕一块砖啊，一块砖啊，就是引用着咱教会迄10冬久咧建堂中间，咱的周报拢一块砖咧贴无。若有奉献的，有钱有到遐，就贴实的，迄红色的，也是乌的。若顶悬空白，就是还袂。到最后一块砖，赵庆长老代表教会献互上帝安尼。兄弟姊妹，真少讲有教会去礼拜堂毋免去外口募款的啦。咱逐年教会拢会承接无共款的教会来遮募款，咱感觉讲，咱有开力，咱共帮赞。但是咱感谢主呢，毋是讲咱本来就足有钱啊，咱遮的当时的领导者拢讲，迄阵落地无偌济钱，就勇敢甲起落去啊。真哩，兄弟领受恩典嘛。其实教会的经济无欠缺，就是咱的会友无欠缺，安尼敢对？就是你无欠，你毋则有够野人开力，通奉献互主，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但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爱常常讲，但是咱爱搁向前，咱要迎至50周年。今年47，已经要过啊，剩48、49，搁来50迄年，就是咱庆祝50迄年的年，咱做伙一种的共识，咱做伙一个呼召大家共同一个意向，讲咱要迎至50迄年，毋是一个闹热安尼就好，是咱要超吹上帝国的大事业就对啦。上帝国的业，咱来图谋，而且是做大的事啦。做大毋是安尼小小看看、凊凊彩彩。要做大的事，哪有遐简单？凊彩花者就好吗？若无详细的计划，大家同心合意，亲像以色列百姓，因大家时代，若兴旺的时阵是大家同心合意，欢喜要做伙共快做这样代志安尼。咱来听保罗伊伫以弗所书的教导，1章19、19、23节。这段经节有真宝贵的教示。第一，伊讲上帝运行强大的大能力啦，来证明，伫用耶稣基督国我来做证明。伊要甲咱描述讲，上帝伊开力大到什么程度？伊用耶稣基督对死国我来证明伊的大能力。19、19、20节，伊安尼写，伊讲伫咱信伊的人中间的运行的权能偌尼大，伫咱中间的运行。伊讲伊用这个气力，互基督对死人中国我。表示讲，互基督对死人国啊，这个能力，迄个是单一的事件无毋对，但是伊的能力是普遍伫众人，伫咱中间呐。伊个证明是安那有这个能力，互基督坐伫天顶，伫伊家己的正边。上帝的正边就表示伊的能力有传承伫主耶稣，等于耶稣就承接着上帝予伊的这个大能力。第二，这个能力证明讲主耶稣基督掌权超过一切权柄啊！耶稣的权柄超过世间所有看会到迄个政治的权力，迄个国家的权力。伊讲国家现世后来世一切名号，咱称呼什么号？什么号？古早时代啦，金丝皇啦，亚历山大啦，也是罗马遐个皇帝，拢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啦，遐名号。但是伊讲伊的权柄赢过这一切，万米拢屈服伫伊的骹下。这我想着讲这个描述耶稣基督的大权能，耶稣基督的涵盖宇宙所有一切的能力，名号。咱最近举行迄个幸福小组啦，幸福小组。咱拢会有咱的兄弟咧传达即个福音的消息，互遮个best 遮个慕道友的时阵拢会讲即句话讲。咱伫社会，咱伫咱的民间逐种神拢有咧想要甲拜，拜即个拜迄个，要求什么好处逐项拢咧求讨就对啦伊讲若要拜拜上大个拜上大。若讲较土地的话，讲拜上大尾，因为迄社会人讲送上大，咧烧钱啦伊讲要拜就拜即个上大个，上大个什么意思？就是权柄上大个，有大气力的上帝。所以幸福小组见证的名句就是讲，
要信就信迄个上界大的。啊，咱拄看到即段经文吼，伫印证咱伫主面前的见证。啊，当伫即个话中间，咱会当看到经节安那写，伊讲伫遐超越所有的统领者、掌权者、权力者、主政者，以及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即个头衔，就是拄则咱读的经节，讲上帝互万物拢屈伫基督的骹下，互伊做教会元首，统治万物。但是即个话，互咱甚物款的理解呢？就是我所跟随的主，我所敬拜的上帝，毋是一个空空的名号，也是一个我好像一种心灵投射的对象，毋是，伊是真实统领着宇宙万物，所有的名号，拢毋达着主，所以伊是伊搁做教会元首，统治万物安尼。咱军队着这位充满万有，而且是大权能超越一切名号的上帝。咱伫下骹做工，咱军队咱在做啥货呢？真清楚，咱要透过咱所受呼召的使命，来完成伊上帝国迄个大扩展，做上帝美好的工，所以叫做新国的大事就对了吼。第三。伊讲，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元首、教会头嘛，是伊的身躯。意思咱组织的这个所在，这个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伊的身躯要用要足，咱就是这个教会本身嘛。耶稣是元首咧，咱是这个中间的肢体，对毋对？咱讲肢体嘛。咱伫中间软高高、软正，有开无力吼。阿伯阿毋啊。无男无女吼，讲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吼，听着嘛，感觉讲足无成的吼。当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伊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宇宙万物迄位基督所充满。咱来画出迄个耶稣基督所充满的教会的形象。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万物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若是安尼，遐尼实话，是安咱讲迎子50周年，咱毋通甲伊当作是一个闹热庆祝，甲人讲哦，阮庆祝50周年哈利路亚阿门，毋是，咱都爱军队主的呼召，讲当上帝国伊的圣会伫咱附近，咱要安怎度无迄个极大化，还是讲尽力的开力，互上帝国的应显伫咱的手中来。主的官兵的下面来完成，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有这款的理解啦吼。咱富强人的使命甲命定是啥物？就是咱要伫这个超越一切掌权者，咱的主既然是超越一切掌权者，超过一切名号的，那用咱社会话就是大老板，伊就是大老板，伊是大头家啦。咱嘛有兄弟讲，伊是董事长，天顶的董事长。但伫伊这个官兵的下面，咱所领受到的任务，就是同心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这是咱伫下面下骹手来做伊的工吼，你无做就是，甲这个大老板的理念袂合嘛，敢毋是？咱最近定咧讲台积电吼，台积电请到德国也要失手，日本也失手，美国也要失手，啥人要请伊去？伊就迄个实力啊。即摆伊要请员工来做吼，一个做落，才知影讲哦，美国的文化，遐个美国的员工吼，要像咱台湾人遐拍拼吼，无遐简单的。即摆要请因来做甲像咱台湾的厂遐做遐好吼，爱搁占一段时间的。日本人小济拜托台积电爱赶紧去，一厂做打起好尔，因搁要扩展第2厂，什么意思呢？因为因感觉因即个头家因。研发的能力，因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晶片的供应是带头的，所以大家要拼。一个细小的公司就安尼啊，咱的大头家是上帝，是主耶稣基督。咱这个事业是教会啦，教会这是一个上帝国的事业，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
爱用即款的理念，知影讲，咱伫伊的内面，毋是干那单单享受伊的恩典，是咱要做伙，互上帝国。咱亲像主耶稣讲，恁爱传福音到伫即个天边海角，到逐所在传福音，这是咱上帝国的事业嘛。传福音就是上帝国的事业。啊，咱遮个员工啊，有要做毋做，也是讲袂甲也是听无咧做，安尼都无成上帝国即个事业啊。所以用即个譬如来了解，咱就知影讲，传福音建造教会。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事业，是比台积电更较大的事业。啊，咱拢知影，是啊，讲即个叫做事业，咱听会感觉足俗气吼，毋是即个意思啦。咱知影讲，现在整个的国际社会吼，大概三种的迄个事业部门，一个是政府部门，迄叫公权力的部门。吼啊，政府有机构，像咱要啥选总统选啊，安尼闹热啊。做总统的伊就是掌管即个国家的权力嘛，吼，啊伊就行政能力，伊要派什么官员，伊要派什么行政院长，拢伊的官兵嘛，哦，这是叫做公权力，政府的能力。第二种就是私营企业，吼，私营企业，你看咱私营企业就拄啊讲的台积电，因为因家己有迄个研发的能力，伊会当盈利做啊足好，啊世界四界去扩展。啊，事实教会即个部分。虽然讲是属灵的工作，但是若要归类吼，用社会归类，伊就是一个非盈利的事业啦。啊，较早咱用非盈利事业，拢会承接古早迄种观念，讲都救济啦吼，帮咱弱小。即嘛毋是呢，即嘛一款自身的事业是，伊的事业做啊比一般的私人企业搁较大。咱若注意甲看世界真侪出名的基金会哦，迄大甲比一间大公司较大，甚至伊的资金吼，赢过一个小国家的全年度的预算呢。像咱世界目前上大就是比尔盖茨啦，比尔盖茨迄个基金会，伊甲伊所有的财产拢捐出来伫这个基金会，迄500几亿的美金，吼。啊，我讲即个毋是讲送较大较小，我是要互咱理解讲，你若用即个观念来看，咱上帝国即个大事业啊，交伫咱的手，啊，咱敢要亲像迄个摕到1000块的即个萝卜吼，啊，甲戴到涂骹，这是咱责无旁贷的责任就对啦吼。啊，所以咱会去年初何会顺牧师用即段经节，甲咱三甲勉励，就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4节。咱若是讲拄则咱承接到上帝国的大事业，啊，佫看到耶稣安尼甲咱勉励，咱就知影讲啊。我的责任伫倒落？伊讲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意思耶稣做啥？啊，你若信伊，你就做照伊的意思去做。伊讲甚至做搁较大的事。啊，所以牧师甲咱呼吁，毋是讲牧师大头病想这有诶无诶，毋是，是耶稣的教示咧，信主。啊，都爱做伊做的事，而且佫做比较大。伊讲我要去爬遐，表示讲我的任务，当我去到上帝遐，工课就交伫恁的手头，你来做我咧做的事。耶稣讲，你都爱去普天的传福音，这是主的交代。而且伊有应允咱讲，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会互恁甲恁做，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14节，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会甲恁做。这是耶稣基督所发的应允。但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感恩节，啊，咱甲一般逐年拢在做感恩节，安尼拢共款的一款的迄个节庆就对啦吼。但是咱的小会呢，伫今年就开始筹备，讲望咱设立50周年的庆典的筹备委员会，来筹备各项感恩的事工。啊，这是咱领旨54年一个对上帝领受的意向啦吼。啊，所以咱就开始强开始要来推动。牧师有定了明年吼，咱教会一个工作的重点，也是讲咱的主题啦。这个主题叫做门徒传承济宣教，丰盛禧年正神恩。就是咱望伫50周年的
的即个赢字的时阵，咱的教会会当完成一个世代交替。新的一代若无起来，咱讲要感谢上帝，拢是咱这老的咧感谢，少年都感受袂到啦。所以咱望即两当中间，超出少年辈即款为心，为心欢喜做主的工的人。咱注意看到，现在即马总统都候选人定落来，对毋对？遐立委委员嘛是拼甲呢足侪新的一代拢赶紧要起来，嘛甲遐老的讲，即马换我做啊！咱看见社会在发展都安尼啊，咱教会骹步还阁无够紧，咱真正都爱有稳度的传承就对。毋茫兴起新的一代，新的一代毋是讲我少年，用即个做理由，是新的一代，因的信仰，因的威信，因对上帝的坚信，因服侍的心志，拢爱呼吁来栽培。这放伫咱每一人。咱大人的责任，这就是大事业呢。你想讲一群人叫来就要做加简单。敢若咱的敬拜赞美团训练都要训练偌济，咱普遍的拢一代人的服侍，毋是定啦因教做，就继续互因做，是新的一代依愿做，做了更加好。前几日，咱教会界大家真大一个，安怎讲感动就是讲。咱长老教会的青年萧美琴是咱东门教会的青年呢，是咱萧成文牧师的查某囝，伊赖清德来甲伊选征求来做副总统的候选人。咱的网络顶面就传一篇伊2年前过身的爸爸萧成文牧师。写一篇文章啦，迄个应该是迄篇文章，应该是迄阵3年前伊要选立委选无着，伊咧写讲伊的查某囝是啥物？伊有讲一句话，伊讲较早人拢讲是萧美琴是萧牧师的查某囝，即嘛去美国大一个句讲即个是萧立委的爸爸啦安尼大家就讲恁查某囝比你较牛伊讲。毋是讲送牛无牛，逐个人温顺，逐个时代上帝的任务拢无共款。但是当然我真欢喜，讲我的查某囝比我即代更较好，所以伊更较好嘛是一种恩典嘛，上帝的疼嘛意思讲毋茫大家斗牵成，斗栽培。因为是咱教会长老教会青年，伊到读高中才出国啦，进前拢伫东门教会咧聚会。用即个萧牧师的感想，我嘛是要呼吁讲，咱下一代比咱较优秀这是应该的。若无采你咧做无采你咧栽培无采你咧期待嘛。咱毋茫讲用一个宣教的事工、传承的事工来伫禧年的时阵奉献予上帝，证明上帝的恩典。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讲起咱所要做的工啦第一，咱爱互咱的教会的团队更较精兵化，强化文道装备甲造就，来加速新世代文道的传承。这毋是用话，一定就是爱超吹啦。像咱进前选中级选好，咱嘛感觉讲，咱有新的长老出现啦，咱有新的执事出现啦，阁有少年执事出现啦。这是一个迹象是一个信号，但是毋是有就爱阁操练第二是咱积极来各方面的传福音宣教。我真感动，就是讲咱对9月底9月开始，咱推动幸福小组啦。咱有甲算起来，咱总有7组，一组后6礼拜，后4礼拜，平均起来差不多5礼拜啦平均，咱就是有举办35场小型的布道会。这2礼拜嘛，闹热啊，拢做福音的见证地会甲餐会，上无嘛10几场，应该差不多50场啦。遐尼即位伫3个月中间办50场布道会，你感觉讲安尼这无重要吗？所以有参与的人也感觉讲哇，想不到走过来了遐多恩典。我感动有3项，头一个是
每一个做见证的同工兄弟，咱拢毋是请外口的人哦，咱家己做见证哦。哇，讲大家足感动，而且佫做投影片安尼吼，大家故事拢足精彩，所以我就期待讲，哇，这故事讲了吼，这百姓就听，这小组的人听吼，是足无彩啦。咱就要庆祝50周年吼，赶紧爱成立一个影音团队哦，做一个基本的摄影棚，甲咱遮的见证吼，甲录起来，逐个时阵要放就有安尼吼。哇，咱即个幸福小组的副长也是同工吼，伫讲福音的内容吼，比牧师较好讲，因为伊现身说法啦吼，哇，讲咧到底吼人讲图文并茂。创作俱佳。佫一项真感动的是，迄个幸福小组要结尾的时阵会分迄个恩典卡，讲天父的话。每一张卡看起来都是圣经的话无毋对，但是对着一个人就显成意义啊。所以这陪伴的者就甲伊讲，你这段经文什么意思？有人是讲我看到就讲咧讲我啦，讲我这上帝遐奇妙，抽到的卡拢甲伊有关的。咱边仔人甲伊鼓励讲是上帝对你讲话。天父的话，欢迎你。所以咱目前已经有10几位兄弟决志要来受洗吼。这实在是奇妙的事，咱毋通想讲运作了就好啊，一个节目就过，真正是感恩的事。咱佫有一项就是咱个人甲即个小组吼，牧区最近我佫看到一个真感动的事，就是。毋是咱教会推动的哦，是咱小组也是个人，伊家己讲，我感觉我要传福音，所以伫因家己的所在设立像一个单位，亲像一个场所，讲我要来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图吼大家可能有诶看过，我就简单秀一下。这是借力幸福小组，这个是幸福小组，幸福厨房的小组吼。是咱密侦小组，这个是咱宝贝幸福的小组，这个是咱启动幸福咱亲老朋友的小组，这个是咱祈愿幸福咱青年人社青基甸的小组，这个是咱果真幸福小组，因这队特足有特色的，就对啊，伫地下室有捌一摆40-50个吼，因嘛有小朋友呢，小朋友80的，你看，佮另外设一个场地，互因来安尼。佫即个是志愿幸福小组，伫咧幸福小组的中间都有人决志要受洗这福音大会嘛足闹热啦拢客足侪，可能图片细张看无啥照，但是你若看，逐个场合都是一个报道啦，一个场合都是一个报道。即个福音大会参会拢是安尼充满着迄热情，有诶是欲罢不能这拢是听你即位大家同心一意欢喜要做诶工。咱看到这，实在是感觉讲，这就是咱诶产业，这是上帝交代咱工课。因伫小小诶家己诶岗位内底咧做上帝国诶大代志。听你即位，咱佫有最近大家嘛开始咧思考讲，咱有扩展社区诶关怀甲慈善诶事工顶礼拜拄拜三咱有一阵同工专工组队去到新老病院伫麻豆的新来病院伫遐来参加一个对老大人遐受照顾的老人的一个福音事工。咱已经有决定讲好，要来认领因迄个伫麻豆遐有一个养护中心几啊楼4-5楼拢咧照顾这老辈。咱嘛有教会会友的士大人伫遐啦咱想讲。咱若有开力，咱若是伫咱教会，咱会出去安尼。咱最近伫年底已经进行3档咱要举办迄个洗手爱无限，大概要征求100户的迄个弱势者，咱的即个关怀事工要用一个安尼一个礼券佫一寡礼物来送咱社区遮较弱势的兄弟姊妹中间。咱嘛望讲甲社区自强里有一个较好的结连甲关怀这是顶日咱去到即个新老病院即个养护中心来报道唱歌来讲信仰互因这是咱教会姊妹的妈妈伫遐咧养护咱伫遐去甲看甲关心。但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甲咱三甲勉励是讲，
咱迎接50禧年，咱一个5万甲准备啦吼，5万甲准备。第一，就是讲咱爱强化、精进各项艺体甲空间的设备，用感恩的心奉献予上帝，互主所用吼。拄则咱讲第一项就是讲，咱爱推动各种的圣工，大来传福音，成做咱富强教会的必备，就是咱的 DNA 就是传福音、带人归主嘛。啊，咱嘛5万讲伫50周年的时阵，咱的教会吼，到明年拄啊献堂10年啦，拄啊10年吼。咱遮一间水的厝吼，10栋吼，嘛加减都爱搁小可扣的吼。我会记伫美国的时阵，看到美国因遐的厝咧起吼，因起好，起啊足用。迄通几啊百栋，但是咧一段时间就搁定装修啦，搁定家维护。啊，所以咱拢知影讲，起一间厝偌济钱吼，你后壁维护的爱袂少呢吼。像咱一只新车哦，开啊足欢喜。哦，你后壁要饲车，就爱搁用足侪力啦，共款意思。咱若5万讲，咱10栋后啊，咱的富强教会即个整个外边啊、内面有一寡所在需要修改，啊5万讲，咱会当照即个庆祝啊来家完成。其实到2026年已经12栋啊啦吼，12栋啊。搁强是咱，若感觉讲领受恩典就好，就亲像咱讲用感恩的心是要分享给别人嘛，所以咱若5万讲会当祝福正教会。教会来分享上帝恩典甲产业，所以咱伫咧庆祝50周年的时阵，咱5万讲，咱要搁较进步，有点像这2.0安尼，爱提升咱家己硬体、软体爱提升，但是咱嘛爱5万讲，咱有甚物款好的，像当时即个美国人吼，去到美国头一年的感恩节，是安那因会感恩的，因若是对上帝感恩，救因的命，因要感谢当时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看到即群人安尼咱讲白色真种啊来啊，清楚啊。第一冬吼，都袂适应遐，因为冬天到吼，伫咧马赛驻在所伫波士顿的附近遐，普利茅斯遐是寒甲呢，啊足死一半人啊，就是讲原来的人来吼，到最后吼死一半去，啊所以吼，原来是102个，啊到尾剩50个啦。因知影讲哇，即声这个落去啊，毋知要安怎。好佳在人印第安人对因足欢迎，甲因种番麦啊，种金瓜啊，掠迄个火鸡来互因食。所以因的感恩节毋是干那单纯讲对上帝感谢，伊知影讲，若无即阵印第安人足和善的来甲咱接纳，咱可能迄50位嘛，到尾就无去啊。遐尼即话，咱5万讲。咱领受恩典，咱来学习对别人来分享。就像咱台南中会有真侪弱小教会，讲弱小毋是讲嫌因少，是因真正人也无，钱也无，啊搁较偏僻。啊，咱感觉讲咱有恩典，咱来分享互因安尼啦吼。像即话，所以咱今仔日咱的即个感恩节有咧邀请咱大家做伙同心，为着这事工来奉献。啊，所以咱今年的奉献的感恩节的主题就是讲，为着50禧年的各种事工来奉献。像是即话，若你有认同，咱做伙来为着上帝国的大事，吼，来谋上帝国的大事，咱就是邀请全教会、全体富强人做伙同心合意，用奉献、委身来参与啦。啊，有的人出工，有的出力，有的人出钱安尼。那甲补估计起来吼，这事工。第50周年要甲做甲了吼，爱几啊百万。啊，这毋是乌白开的，逐项拢是爱有算的哦。啊，但是咱分3年嘛吼，慢慢来累积。就亲像咱对10几年前开始建堂哦，咱嘛是对听讲几百万尔嘛，200万开始啊，一块砖一直贴啊。因为你有动力，你有目标，你会感觉讲我对这有认同。啊，咱期待讲遐尼少的，毋是讲哇，我有偌侪钱献偌大条。我期待讲，你红乐啊吼，加体几个啊？恁兜有5个，你就甲献5项啊，吼，偌济囡仔献20块、100块嘛袂要紧，就表示讲，互伊有即个感谢节、感恩节一种行动，用安尼来参与，我想比讲啊，比较送奉献较济，更较要紧。愿主将即款的信心、意向甲愿望，放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即时吼，啊，咱准备要来做即个异地的祈祷，
请咱来备办，咱先做祈祷了，咱就开始请同工准备。咱遐24月，你有想要伫主的面前，甲主求祷讲，互我的身体健康病痛得到医治的，咱准备心来到头前。第二，牧师有一个感动讲，有可能你关心的人无伫遮啊，病痛的人无伫遮，但是你要为着你的至亲的人祈祷，你嘛来头前。你甲咱的代祷者讲，我要为着我某物人祈祷，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士大人、我的囡仔祈祷，嘛会当到头前。迄是一个信心的动作，信心的表示。咱先来祈祷，咱来备办心。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领受这个恩典。主啊，感恩节毋是只干是节期闹热那定，是因为阮确信感恩是领受到满满的祝福。感恩是要有行动，无论是用实际的奉献、实际的参与、实际的关怀，做阮的行动的表示。主，阮下面要伫你的面前，同心为着有需要、肉体病痛、心灵软弱、欢喜要接受主的恩典的人来祈祷，求你带领阮大家会同心的祈祷，是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也下伫上帝你的旨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姊妹，我要请同工做伙来带咱做伙唱这条诗歌吼。这条诗歌是《赐我自由》，是台语版的吼，台语版，咱做伙来唱。咱开始唱的时，就让来头前吼。赐我自由的心，咱请同工来准备。咱的长老、咱的代祷者，包括咱的有迄个小组长拢会使的吼，免客气。家己本身也是你的亲人，要接受祝福的，拢来头前，来免客气吼。咱鼓励咱大家楼顶嘛会使的吼。投影片，投影片。前面客气来头前吼，有是你要为你的亲人祈祷，也来头前。免客气吼，楼顶嘛会使哦。搁一遍，咱搁唱一遍。勇敢到头前来吼，咱受祝福的祈祷。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来到我的爱面，来到我的生命，帮助我心中的忧愁。咱有要为着亲人祈祷的，嘛咱到头前吼，为着亲人祈祷的来，免客气。代表为着你的亲人祈祷的吼，各位就自由，世间虽有，咱请代祷同工也来准备，看有人有需要的，拢来头前吼。咱细声音乐继续，咱有诶搁慢来拢袂要紧吼，咱开始请同工来为着咱徛伫头前的兄弟。啊，来代祷，咱伫会中的兄弟，咱也做伙同心祈祷，讲主啊，为着头前这的兄弟，因的需要，伊的病痛，受医治来祈祷。你也当为着你所认捌的兄弟，为着亲人，为着家己来做祝福的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愿主圣神听咱的恳求，医治临到伫咱的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咱伫线顶的兄弟，咱嘛会当为着你所认捌的兄弟有病痛需要医治的人来祈祷。哈利路亚，求圣神赐到你的医治，甲透放伫阮的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家己也使祈祷吼，咱家己也使祈祷，甲主求祷。咱继续祈祷，咱俩做坐下来唱。的心啊，你的路为。
互咱这个自由。即时牧师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伫头前这的兄弟以及咱在座兄弟姊妹，请咱把咱的手放伫咱的心，咱恳求圣神照咱的心的祈祷，咱的恳求来祝咱的心愿，赐落医治伫咱中间。主，我的上帝，阮确信你是大权能的主，你超过一切的名号，世间一切官兵拢伫你的官兵的下面。主啊，阮确信，阮肉体的健康甲平安，也是主你所赏赐。阮着头前这的兄弟，因放着感恩的心到主面前，也放着祈祷，求主赐落医治临到伫因的中间。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因所祈祷的主你亲自甲因成就，赐落医治甲透放，互因领受对上帝来所赏赐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有应允阮，主耶稣受鞭拍，我们是得到医治。主耶稣受苦，互阮得到平安。我来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阮所关心的兄弟姊妹，也是伫周报阮所报告，在病痛中咧静养，也是咧受医治的兄弟，我拢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伫线顶，阮作为礼拜兄弟，也愿你祝福，互大家人的祈祷临到主你的听临到伫因中间。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阮确信，当阮同心一意。合一祈祷的时，主你神迹奇事，你的医治甲透放就要伫阮中间。感谢阿乐，恳求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婆啊，感谢主。咱请这的兄弟来回座，回座，感谢主。愿主应允伊的医治临到伫咱中间。咱愈同心，咱愈迫切，主的应允就愈大。兄弟姊妹，咱下面也要来进行这个。感恩节的奉献，牧师搁做一个说明了后，咱就请执事来收奉献。咱伫周报内底有摕到这个奉献地，牧师伫讲道中已经有甲咱报告了。咱今年的奉献地叫做富强50禧年感恩奉献地。检查咱这2礼拜拢有报告啦。那兄弟姊妹讲那拄好我今仔日都无方便，唔免客气吼。咱除了感恩节用这个做咱的奉献目标以外，咱这个奉献嘛，能当做平常时的奉献。就讲我。这个时阵有感动，也是讲哇，最近安尼上帝互我有真好的修成，我要为着50禧年来奉献。咱这50禧年的这个经费要明年开始要甲拨一个专款，咱甲来平常费都袂讲难做伙若是你有感动济少，牧师对后报告讲，可能恁兜有一个细囝，你嘛当用伊的名来做奉献，济少是另外一回事，是咱做伙关心，做伙参与，咱。为着这样事，咱先来做一个短短的祈祷，咱才开始来奉献。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对你领受这个感恩甲意向。阮对今年的感恩节开始，要为着富强50禧年，阮所要推动的圣工来奉献。主啊，奉献是其中的一项。当阮看见兄弟姊妹大人拢参与的时阵，阮就知阮有共同的心意，我要为着上帝国的大事来拍拼。像一个大事业，需要侪人来参与，需要侪人来拍拼。愿主你来接纳阮大家人伫你面前的奉献，通过这个奉献，也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也看见上帝你爱阮所做的工，就是阮爱委身参与伫50禧年所有一切圣工的顶面。愿主你亲自通过阮的奉献，互阮更较大的信心甲开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就请执事先来收奉献，好，开始。奉献，咱即时做伙来甘心奉献。
咱请会众起立，做伙来唱着奉献的诗歌。咱会众请坐。咱先来背着咱这个月的经句，咱伫咱的周报的最后一页，咱做伙来读两解。耶和华要行入你的面前，伊要甲你基地，伊无离开你，伊无放弃你，无着惊，无跌落。咱搁一解，在伊的面前，伊要甲你基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弃你，无着惊，无跌落。申命记31章第8节。咱周报的咱来看到周报的第4页的具体交通的部分。咱第1点，本会今日11月20日举行感恩节奉献主日，咱用到咱50几年的感恩节的奉献袋啊。咱今日若有无方便的兄弟，咱后礼拜共款会当用这个奉献袋啊来做奉献，嘛会当入这个项目内底。咱第2点，后礼拜12月初3是咱戴感节的第1主日。咱请会友会当预备心来迎接主的降生。第3点，本会伫拜511月初暗时7点50，要来举行咱的圣诞节点餐的祈祷会，那么邀请咱兄弟做伙来参加。第4点，后礼拜12月初3是咱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么请兄弟为着咱神学院的师生来做关心和代祷。第5点是咱后礼拜12月初3。主日举行年度的事工会，这个事工的部分是咱结束了1点半，咱邀请咱的新区的主任长职、兼牧区区长、小组长、团契的所长、兼奉献队长、兼专职同工做伙来参加。第6点，伫咱福音主日名人讲座，伫12月初10来做举行。第7点是咱12月初7，咱要举行圣餐的洗礼式，咱请咱兄弟会当为着咱遮要洗礼的兄弟来做关心兼代祷。第8点，咱对联牧师罗玉琴的敬拜会是伫11月30来做举行，咱邀请咱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最后的消息，兼牧区兼中中会，咱请会友家己来看。伫咱的周报第8页和第9页，若是奉献有出去的部分，咱请找财务部来做更正。最后，咱请牧师再来做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补充吼，但先咱介绍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吼，这位新朋友是爱家妹姊妹、爱家妹姐妹，有伫遮无？欢迎你！哇，很高兴哈，欢迎你来参加哈。好，谢谢，请坐。欢迎常常来哈。有几项的补充啦吼。头一项是拄则有报告着讲，咱要伫12月初1、12月初，就是讲过来拜5吼。迄讲咱有即个恩典时刻的祈祷会，咱本来就有真侪人会来，但是牧师要邀请，看会使吼。你迄天专工来参加祈祷会，因为咱要为着点灯来感恩，为着所有社会平安、台湾的平安来祈祷。
啊，所以毋若是咱参加小组你才来，讲啊，即礼拜是点灯的礼拜，我要来参加，所以咱是7:50就开始啊，吼，7:50，啊，咱头前祈祷会，啊，咱的时间会较接较短，啊了后咱伫礼拜堂内底祈祷了后，咱要做伙落去楼骹迄大殿的所在，啊，咱要圣诞灯要点起来，或者是一个象征讲主，我要迎接抬杠节，今年的抬杠节吼。较慢小可，12月初3，就是咱后12月初3迄个主日，才是抬杠节第一主日啊，所以拄啊下咱点灯的时刻吼，欢迎哦吼，大家烧酒啊，鼓励大家拢来参加。过来是咱名人讲座拄则有看到即张吼图吼，有一位庄雅慧医师要来来分享牧师讲足侪摆吼，讲咱家己听无够啦，像拄则牧师讲的讲宣教啊，上帝国的大事业。啊，你就是招人来就对啊啦吼，招朋友啊，招厝边头尾讲来，咱听一个名人讲座吼，中医师的见证吼，欢迎咱2场礼拜，一场台语，一场华语的吼。过来是咱遮消息有报告讲，为着洗礼兄弟祈祷，咱看即个报名吼，咱是先有报入来，拢总吼差不多。有17名吼，要洗礼更新礼，咱为着遮个受洗兄弟祈祷，也有人陆续咧报名吼。咱望讲到差不多12月吼，12月会当有名单拢入来吼。咱阁邀请咱大家吼拜四暗，等于即礼拜有2个暗时的聚会，拜四暗有一个祝瑞莲牧师的即个情侣如敬拜，这足有属灵温哥的聚会。欢迎咱有烧酒朋友吼，兄弟做伙来。拄则有报告讲，咱50几年开始咧震动咱小组逐组拢开始咧计划吼。咱特别历史小组，因为这是爱长期的作业所以恁厝里吼，若有咱的旧相片啦、旧的文物啦迄阵有啥物教会分啥物物件，你感觉即个物件足价值，毋通甲单调摕来互教会甲你翕相，也是讲来保管，拢真好欢迎咱大家咱若有要阁保留，咱就甲你扫描建档，阁献互你安尼。咱即个司法班芥菜小组、鼓励小组顶礼拜就开始第一行动就开始学像较早咱咧建档安尼卖迄个菜头啦，做义卖啦，因头一波就开始进行落去真多谢因的努力。咱会当用各种方法。目的是为着要宣传啦，为着要鼓励就对啦你用义卖，要用二手物，也是讲要做啥物活动拢真好咱嘛要恭喜啦咱的即个文珍姐妹伊的查某囝伫美国甲伊的先生杨成敏弟兄，上帝赏赐一个查甫婴叫做 Jasper 因过即几工就要出外出国去到遐来。陪查某囝来回来就对啦成为即事嘛做阿祖咱甲伊鼓励拍拍一下好无？还恭喜恭喜成为即事恭喜求主保守，互因伫美国的生活差不多半冬久伫遐平安细囝甲妈妈拢平安健康。兄弟姊妹，咱有几项小可代志有来提醒，就是讲咱2024年明年度的福音的月历。一个家庭送1份，咱已经开始领，因为迄需要安尼好小可早较方便，所以陆续摕咱来楼骹甲咱的干事签名来领福音月历，一个家庭1份啦这是月历。佮另外有周历手册，就是咱的事奉的同工有名单内底，恁自动去领若无伊会摕互你，毋过若自动领是较紧完成啦。咱的长老、执事、小组长，甲咱事奉首长欢迎。佮另外咱第一季的季表第一个季表咱开始咧筹备请大家配合好，佮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讲，咱上年即个月无第5礼拜所以当讲咧报告，也做讲是月底，毋是。后个月已经12月初2所以有聚会请咱遮上年的听者，毋通后礼拜全到厝休困会记得爱来聚会拄则咱有看到即张海报啦咱手中即嘛有验2张一张是咱的即个福音主日一张是咱有一个
宝贵的这个讲习吼，就是讲盆栽的景观的分享会，伫12月初9拜六是咱上年聚会的时间，吼，咱有缘欢迎参加。所以等于连续2礼拜，后礼拜是上年的这个信仰分享，啊，搁落去迄礼拜12月初9，要请这位黄奕斌老师来甲咱指导安怎来做盆栽足水的盆栽，吼，互咱厝里安尼继续优美足水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咱小等下有哪有爱餐哦，有迄个爱心午餐，欢迎大家留落来参加，多谢。上营，咱请会长起立来唱着上营的诗歌。阳光相行成是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引带帮赞带领，甲正大家实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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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别倒来避讳。咱第一拜拜结束，咱下次会当互相请安问好。